嘉南的北海岸甲新北野柳这几年的观光是确实发展了袂歹，尤其是来遮的旅客有75%拢是外国人。今年9月初，嘉南的和平岛嘛要准备举办岛屿生活节来拼观光。另外一方面，台湾美食节今日嘛伫咧台北的世贸开办。总统热情就是希望讲，台湾的食食文化会当发展做各地特色，会当吸引愈侪国外观光客来台湾佚佗。岛屿生活节开箱。古水的山海巡回号到9月进前会巡回北部各县市，宣传北海岸的旅游景点。9月初，北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要伫嘉南和平岛邀请流行歌手结合在地文化甲历史，办岛屿生活节活动，望串联北海岸景点做定宣传。是我们要结合和平岛，结合在地的美食。结合野柳的非常看重的就是邮轮客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未来呢，把这个基隆的这个整个文化、整个海港的美景，在我们和平岛这边去做一些扎根。那和平岛本身又是我们地质公园。北关处统计，嘉南、野柳这搭北海岸景点的游客有75%左右来自外国，认为北海岸真有发展国际游客观光的空间，未来会继续串联附近的景点，斗阵推广。推广观光除了靠风景，用美食吸引外国游客也是一种方法。初二台湾美食展开幕，总统热情地讲，台湾各县市的食食文化，通互咱对外宣传地方特色观光。吃在地的美食多一分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文化的滋味。我们要每一个县市都要把它的美食或是观光的亮点，把它凸显出来，来打造。国内的旅游也可以有国外旅游的效果。展览现场有来自各地方政府的单位，展出台湾各地头的特色美食。另外，交通部讲，这几年当咧产评审餐厅的米其林指南合作，增加评审台湾的特色餐厅。目前已经有56间米其林认证的餐厅，分布伫4个县市。未来会再增加评审2个县市的餐厅。记者阮曾俊由台北报道。